想法是无理由。当初迄个山贼顺飞吼，强强要带你做牵手，若带无着你是不罢休。所以夫人讲，假使若是有人来相救，就要互你小姐甲伊两人结鸳鸯。人迄个周生是为着要带你，毋只用计将插柄甲伊剃掉。谁知影事成，亲事煞互人反晓。夫人来做法实在互人想袂晓，这种打击叫张生怎么受得了？虽然母亲无讲理，无奈我是伊的女儿，为要尽孝道，甘愿将爱情来放弃。恨阮无缘，通我结夫妻。唉，恁的做法实在使人头疼。当张生的消息，你阁唔敢去探听，现在变成安怎样嘛唔知影。啊，面头前迄个敢是路仔批苦瓜兄？哎，苦瓜兄，苦瓜兄！等，苦瓜兄，好啊，你唔通搁再甲我兄，你若收兄，我就会着惊。即马这帖白虎汤要杀来拼，若无阮相公伊会无性命交行。稍等咧，苦瓜，你即马是在讲啥？张相公安怎样？你赶紧讲互我听。是啦，赶紧将代志禀小姐。恁相公是安怎来交行？哎呀，阮相公为着你强强要17两翘，搁18两颠倒掉。伊爱你是爱甲强强要起笑，敢讲你会袂明了？伊为着你是一见钟情，深似海，二见忠心又搁靠难开，互因领家悔婚，伊毋才会三声无奈，四肢无力，搁倒伫咧面床仔底毋敢嗨。我行交托肉心无主，拢嘛是互你害，有心事，啥人知？啊，你毋得爱讲，阮毋才会知。心事若无讲出来，有啥人会知？啊，这是安怎？男性毋是无目屎，痴心甲流出来，流出来，流出来，流出来。你继续留落，你会挑伊啦。安尼无卖留，甲伊禁起来。张相公，我真对不起你。小姐，张相公的伤死是为你害，啊，你毋得爱去安慰，才应该。红娘，你即马所讲的话，我是了解。也毋过，若要来去探病，又搁惊阮阿娘知。无关啊嘿，只要你的心意若有实在，我马上就来去告互阮相公知。你暂时带车小停台，我叫伊马下就随时到。苦瓜哦！小姐，要无你就在咧店遮等张生，啊，我暂时离开来迄边。恁迄个张生是真急性，伊马上就会来回你这个翠莺莺。红娘，红娘啊！
小姐，请你听我讲。丁相公，迄个伊妈言本事啊，在迄个牛啊那手哦，咱无言怨尤啊，怎会成啊受哦？莹莹，你叫我来放弃，是我唔去，我一生来只爱你，莹莹。迄个婚事是恁表亲啊，亲口气，你回婚来陪侍，这是欠的公平。我用伊来无嫁互你，咱等我迄个来生，再记你的日记啊。哈，自叹不能成美梦。人讲好事多磨是一场空，恁表亲讲咱问候不对，是看我无够重，要来注重你，叫恁表兄迄个有钱人。哼！虽然阮表兄势力大，也毋过伊无法度通我打动我的心肝，我袂答应伊来娶我。我绝对无瞒骗你，也无将你来欺瞒。毋管阮阿娘伊是安怎闹安怎吵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我的眼泪为了你流，我的眼泪为了歌唱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难得你对我的情意，就是爱我无爱伊。也毋过，你表亲伊顽固是无讲理啊，叫人要如何是好是费心机。绝对没问题，佮没关系。是啦，张相公，小姐，我早就替你来设想，拍铁就爱趁小生下手为强。对，因娘若是佮较车运啊无路用，你大声甲伊杀入去，现哦，后来才佮甲伊参详。甲杀去现哦。啊，恁的意思我了解。袂用的，你毋通听咱咧伫咧恶作剧，又搁乱安排，即款的行为让阮无爱。红娘，你哪会遮乱来？哎呦，小姐，但这一切拢嘛是为你想，机会难逢，就爱顺水推舟。一日后夫人若是要追究，一切才互我来收场。哎呀，相公啊，安怎啦？你还搁推徛咧看，输落去毋着看是要用讲的，也用唱歌。你若想要甲伊怎样啥款，你就甲伊安怎。人伫咧讲，束手不了钱，你就唔通推。徛好。好，你看，安怎你即摆甲弄落去歹势，迄假无伊的心肝内是咧想讲，你免咧假有力，人也教你卖。你堪路在，你黑白乱讲。有影伊手安尼休一下，就是讲来，毋信你去甲探路草探看卖。紧的，这省时间讲啊。好啦，我来去啦，你莫安尼啦。莹莹，咱的婚姻成败是第一摆，错失良机不能改。既然你我有相爱，请莫提示，随我来。好啦，紧的啦，红娘，去啦，小姐。我爱啦。哎，寇哥啊，等咱代志
事已经办成功，咱两个唔得来去看头才应当。班车，安怎？你就卡动手动听我讲，人伫咧讲零交零是风交风，迄个稳固的交动王。小姐嘛交相公，也查某囡仔头就配我这个罗财王。因两个带入去伫迄个房间仔内，伫咧做香的雾山梦红娘啊。安怎？咱两个就来去花家卡。较闪风！哎呦，你死苦鬼啊！无你哪咧激空咧黑白讲啊哈！我毋是黑白讲，我即马是真正在掠讲。哎呦，要无你这死路财啊！啊，你是伫当时哪会变甲遮尔啊不输鬼？啊，小话佫讲甲一大堆，你毋惊去互夫人啊讲长你的交。哎呀，人讲为牡丹花下死，风流做鬼嘛无乞开。哎呦，你无想看卖，人才是生子遮尔歹，啊一个安尼肥肥个大裤带，要无你嘛小牙行去照看卖。哎呀，这边的人是艺术面的，都爱看久才会知。哎呦，啊亲像这般的是啥人要爱？嫁甲你这款路财皮，哪有啥物好将来？哎呀，你放心，唔免惊。虽然我这路财歹名声，为着要带你做某，我会认真去打拼，绝对保证互你真好命，互你徛迄落大戏，坐美英啊因老母的轿车。等，啥做美英啊因老母的轿车？哎呀，美英老母你的轿车。哦，讲啊好，讲啊好。互你3人扛搁5人赢，永远你若坐轮椅，一世人你拢唔免惊。我都要来开卡半岁，搁坐轮椅。啊无卖，互你食山珍海味，穿恁罗芳丝，早困晚起，车干流屎梨，搁互你食珍珠粉，皮肤顾甲油咪咪，我金光旋一身躯，甲你旋甲淡滴滴。甲咱落上咧，淡弟弟。毋是啦，金死死啦。讲好啦。要你若爱啥物就有啥物，一世人你若莫洗肠，一世人拢袂去目着水。哎呦呀！你来这里也不输鬼，干爹哥哥的，我说不要你就是不要你，我不要你这个坏东西。我不爱你呀，不爱你呀，不爱你这个坏东西呀。你越近越爱，你着阮呀，讲话又哥。嘿，姑娘啊姑娘，你莫生气，我是真心地爱你。无论海水的大，石头的大，我心要甲你带。哎呦，你这婴仔花咧唔知，摆咱大红花咧摆唔知。你若是要娶我做太太，除非着后世人再投胎。哎，我靠，等遐久也有法度。听好啦。是。哎呦，你甲看卖咧，啊你徛咧一箍敢若树丛，啊倒咧敢若死人啦。你若要甲我压骹，我着嫌你无够重。你做嘛即个白骹步，慢慢咧乒乓。哎呀，红娘啊，当你的心事着我知影，啊，着安尼食仙讲甲较歹听。啥做食仙啦？食仙你毋捌，迄是国语啦。吼？啊，若台湾话有做假仙啦。哦，你最近真进步，你也晓讲国语哦。嘿喏，嘿，人讲吼，骂是情，拍是疼。嘿要你若爱刺激，我着用过甲你掠。哎，稍等咧。哎，无啊，咱来借问咧吼。你即摆安尼配一配安尼是咧创啥个啊？这歌你也毋知哦？我毋知。这就是笑家角啊，去看到肥家男仔咧赶笑啦。哈，嘿，啊刷落去咧。啊，若看到家男仔咧赶笑的时，伊这家角啊吼，这个舌伊就安尼落落来。吼，老实啦。啊那这倒是啦。哎，这边伊安尼撇，啊，就咕咕咕。嘿。哎，小弟哥，啊，你毋都毋通走。哎，啊，我安尼甲你评落拄啊好哩。别当啦，你若搁安尼，我是教哦。干哪啦？教要我救人讲。卖啦，迄人若话来问看安怎讲起来歹听你咧。啊，你若惊歹听，就紧走讲。妈呢，我捡一个落米仔的啦。啥做落米啊？落米仔你毋捌咯？迄金蕉若到熟的时吼，条带治的袂调，伊就落落去，就做落米仔啦。你若无人捡去的烂，我要甲你捡来顺。你好死，我才把互你食咧。你无我顺无，你若想顺。你也烦恼啊？真是嘞。真是嘞。好，到这来无你也无通食，掠。哎呦呀，救人哦！救人哦！怎么样我有来小姐？夫人啊！坏了，救人哦！小姐，救人哦！救人！
势，花园敢若剩咱两个，点点互我甲你亲一个，亲像咧四川个30分无喘开嘛无关啊嘿！毋是遮哦，伫遮才对啊！哦，这有够无神经的一个。要死啊你！哎呦，我靠！要受死啦！你是要甲我创啥？原来都是铁牛，我搁甲伊当机车。哎呦，死囡仔囝啊！甲恁祖妈当做105机车，硬要甲我骑。都是铁牛发帮慢，我才会驶袂行。你甲我乖乖踮遐徛，小等下恁祖妈才甲你大叔行。哈？过来，夫人啊，我来听。你还未困啊？七早八早咧惊困无上，我世界拢找无恁小姐，无啊！你到底甲我带去倒位？紧讲互我听。夫人啊，这个代志阮拢总毋知影。阮想讲甲因小姐，也无带去西厢房，嘛无走来遮。吼，哎呦，哎呀啦，惨啊啦！我规躯汗珠拢擦样了了。好，分明你做贼什么不打自招。好，我要来去找迄个张军水算账，因祖妈若无互伊我气袂消。闪，无咧听，甲你拼。啊，袂堪的。哎呦，我靠！哎呦，死囡仔某，爸，无咧听是。哎呦喂啊！我讲，夫人啊，唔通去啦！要是有这大颗顿前走哪有油啊无？可贵啊，可贵啊！你要去无？无咧听，卖啦，卖个拍，哎呦！要受死啦！你碰到底命路，帮死脚骨大细机器，互医生医，一个减一支水流死，坏消息，互人当作18电视，煞甲你滚死！哎呦，夫人啊，你安尼这样甲人骂甲砍死！但是你怎么甲你踢死？哎呦，夭寿啊哈！你也小是要诱拐我的女儿，破坏阮的名誉。无通好，你食遐好上班期，你若遐笑，恁祖妈甲你掠来去公堂啊顶。嘿，给我你说。母亲，母亲啊！哎呦喂哦，慢车的啦！要求母亲你莫生气，一切嘛都带念你的女儿。是啊，人讲水破落地是收袂起，求你先绝安，互阮结夫妻。哎呦，要受死囡仔哈！你食较歹咧，甲面酒子啊，小是要食迄落西洋料理。阮查某囝，我是要甲伊嫁互阮表的因后生。那你这办的恁祖妈才无介意，就煞甲你消毒。哆来咪。母亲。卖啦卖安尼啦。求无着
天公人来讲都无情。通啦，行过尾啊！等啦，夫人啊，你话万请是讲甲较肯定，人因两个是到甲结婚的年龄，你即摆若甲伊带去法院审煞公正，这场的官司你也不见得打得赢。是啦，夫人啊，你这种念头都爱打消，要若无这种刺激，叫小姐怎么受得了？伊对张生的爱情是放袂掉，你若逼甲因忍无，可能是会死路一条。对对，因已经当天识破话啊挂，伊无嫁伊是伊无娶，你忍心甲人来拆散？是天怕的心肝，因你像爱情一拍火是断咧倒，老母冤故无奈何，为着要达成爱情的结果，两个相拖。小姐，你死啊你！你创啥啦？要去跳运河。有影无？到这来无死袂带你啦。你哪会靠甲安尼？哎呦喂呀！哎呦，我心肝囝，原来你无死哦！本来就无死啊！死囡仔某，你才教的哈，饭仔无食，你还闹的害，害恁娘你啊苦甲一把烂，搁一把铁。好，我即摆临时改变主意，互恁两个人去结夫妻了。真是的，我就知影你上疼囝，你是英英的好安娘。安尼都对。公司先搁公直接徛。唔着赶紧去求亲情。对，你若要着趁这个，若无迄个老三伯的，等下搁烧破伊，着搁学白体。啥咧破？无，我破三条啊。大表在上受小婿一个，求你成全，互阮两个人结夫妻。哎呀，你免着急，搁万请是，人阮查某囝是官家的女儿。等下你功名若升去，唔只来娶亲庆大宴。你的意见我赞成，我会受囝去取功名，金榜玉领地名声，才来嫁出英英。好咯，安尼唔则对。是啊，夫人啊，人这个西厢记的故事早就有注定。崔英英是应该爱来配张生。就是安尼哦，我这个夫人卡那反对嘛无路用。要我这个天凊头啊，就海来去边纳凉食鸡仔饼。谢谢。谢谢你的欣赏，谢谢。